我靠，什么情况？摸！师傅，咱们中医号脉都是摸手，哪有摸脚的？让你摸你就摸，治不好这几位美女的宫寒，你休想知道自己的身世。好你个小老头，天天拿身世的事要挟我，摸就摸，谁怕谁啊？不对，我根本治不好他们的宫寒，因为他们都是男人，压根没有宫腔。小老头，你耍我！你就是不想告诉我身世。很好，这第一层考验被你识破了。这5位美女都是我先带去泰国，再带去韩国，最后再来你身边的。你好毒啊！18年了，想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就过了我这第2关。此话当真？上！我真服了，这可是我唯一一件衣服啊！这枣馒头衫，我是一天也待清净不了。好险，差点被你们夹击致死！放手！美女们，为了寻回身世，得罪了。一武双绝，不愧是我幻龙氏的徒儿。带好书信，下山去吧。另外，阳台上的那条咸鱼，乃是你岳丈江家的恩主，娶亲之日，可让金龙现身，为江家报恩。老头，我可真下山了，你别套路我啊！林家产业做这么大了，看来小爷我还有可能是个隐形富二代啊！糟了，是杀气！神经病啊！倒是等我！前方大凶之兆，你也不要过去。奶香奶香的，挺甜。流氓，朗朗乾坤，哪有什么大凶之兆？别动，危险！3、2、1。去死吧！嫂子，得罪了。什么嫂子？谁是你嫂子？苏总，你真是我嫂子，但来不及解释了。我现在需要武器。师傅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事急从玄，有怪莫怪。幻龙秘法，去！愣着干什么？通知安保部抓人！好，别听他的。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一误时机，杀手会溜走的。你不想知道谁在针对林氏吗？还装啊！为了攀上我林氏，你真是费尽心机。嫂子，我救你一命，你就拿耳光谢我？你已经是这个月第97个冒充我小叔子的人了。不过，你精心设计的这场英雄救美倒是很有创意。没搞错吧？我冒充，我可是回来救林家的。你怎么证明？我哥，也就是你老公，叫林川，是华国特种兵，在一次东南亚秘密任务中再也没有回来。你作为长孙长媳，被爷爷任命为林氏代理总裁，对吗？你说这些，在坊间早有传闻，根本证明不了什么。好，不信是吧？那你看看这个。
搞错了，是这个。18年前，爷爷送我上山时留下亲笔家书，要我回来继承林家，如假包换。好像真是老爷子笔迹。好，这封信我会亲自送到老爷子面前。如果你敢耍我，我一定扒了你的皮。这小子不会真是林家未来的继承人吧？功夫不错，长得也还行，我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你想干嘛？哥哥，我能和你谈恋爱吗？不对啊，你都怀孕了，还和我谈恋爱？我没有，人家就最近吃胖了。我这刚验出来的还没显怀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小小年纪如此歹毒，在夜店里日复一日，怀了孩子却找我当接盘侠。你这恋爱我不谈，小爷我早就名花有主。我不信，你拒绝我，也编个靠谱点的理由好不好？婚书在此，你看我骗你了？什么？你的未婚妻是豪门江家？你表情几个意思？我听说江小姐花容月貌，配本少，不是正好郎才女貌吗？不是，江家小姐今天就要结婚了，全京海的名流都收到了邀请，新郎根本不是你啊！什么？我老婆要和别人结婚了？我真没骗你。我现在就去找她，也请你帮我做一下婚前背调，好好查一查我这个未婚妻的情史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好。夏家主，今晚之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，您多照应。江家主客气了，如今你已是京海船王，我们两家门当户对，日后应该互相帮扶，共创辉煌啊！夏少，碧池敬你一杯。来吧，美人，今晚之后你我两家便是水乳交融，不分彼此了。是谁要跟我老婆水乳交融，共创辉煌啊？你是何人？那要问问你这力令君坤的老爹了。你江家女儿18年前就曾与昆山传人定下婚约，今日怎敢妄自悔婚，改嫁蝼蚁？你个乡巴佬，你敢说我夏家是蝼蚁？抱歉，说你是蝼蚁，侮辱到蝼蚁了。来人，把这个抢婚的乡巴佬给我拿下！动手！且慢，又怎么了？江成风，你可记得这条咸鱼啊？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？是你，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若今日不死，我愿将为女儿定下婚约，以身为报，同时供奉天龙，世世代代香火不绝。江成风，18年前你病入膏肓，我师父以龙肉入药救了你，你今日要忘恩负义吗？爸，真有此事吗？胡说！我江成风能有今天的家业，全凭一己之力。我本就命不该绝，与你手中那条咸鱼没有半分关系。好一个一己之力，好一个命不该绝！可怜啊，这8部天龙以身试你，却养了你们江家这群白眼狼。行了 ，AI 时代都要来了，你还在这儿给我们两大家族讲神话故事吗？那你们就给我看好了。我劝你们焚香沐浴，跪下来，给这咸鱼磕3个响头。你有病啊！一炷香之后，这条咸鱼就会重新化龙。届时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一条咸鱼就想让我们两大家族给你下跪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我再说最后一次，化龙之前，你们下跪道歉，履行婚约，还有一线生机，否则家破人亡，身死道消。履行婚约，说白了
你还是贪图我的美色啊？美色？老黄瓜刷绿漆，你装什么呢？你什么你？你这样的给我当暖床丫头，我都嫌弃你臭。我什么我？我这样的天鹅肉是你个癞蛤蟆能吃的吗？老公，我受不了这个神经病了，你快给我弄死他！来人，夏家死童全部集结，把这小子的臭嘴给我撕烂！动手！快，谁敢动他？我看谁敢动他！林老爷子怎么来了？我们金海三大家族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今日为何要给一个乡巴佬撑腰？小叔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误会了。孙儿，你终于下山看爷爷了。爷爷，林家主，你千万别被这个乞丐骗了，他怎么可能拥有高贵的林家血统？闭嘴！我林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个未过门的孙媳妇插嘴。爸，夏公子，这个寡妇欺负我！嘴巴干净点，不许说我嫂子是寡妇。林家主，今日是我儿子与江小姐的大婚之日，你们林家是要抢亲吗？孙儿，只要你一句话，爷爷为了你的婚姻大事，也不惜和两大家族翻脸。爷爷，你别急，这个女人还不配当你的孙媳妇。江碧池，你还真是人如其名啊，嫁给小爷你还不配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是你们江家悔婚，而是我林家休妻。你敢休我！胸大无脑，休你还要挑日子吗？林哥，这个女人婚前的荒唐事儿都被我找到了。播，把她那点烂事儿都给我播出来。江碧池，他们是谁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夏剑，你不会真以为热爱打野的女人结了婚就会收心吧？夏剑，她勾搭你也不过趋炎附势，想从你夏家吸血而已。亲家可有此事？把我儿子当接盘侠吗？小乞丐，我不过是跟你退婚，你就挟私报复，造我黄谣。夏少，你不能信他，他就是想拆散我们，然后重新追求我。不要脸！重新追求你，我们奶龙根本看不上你，好吧？不行，这小子从哪知道这么多内幕？绝不能让他说下去了。刚才的视频不过是 AI 换脸。来人，现在把他和那条咸鱼全部给我扔出去！我看谁敢！动手，打死算我的！寻龙香即将燃尽，18年前8部天龙以身使你，你也亲口许下婚誓，而今自持其言毁坏婚书，忘恩负义者，死！肉身，吃了我的肉身的人在哪里？爸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似牛叫，又似狂风，这难道真是龙吟？3，装模作样，大家不要信他，哪有什么神龙降世，不过痴人说梦罢了。2，不错，不错，大家不要信他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1。你所谓的神龙已被我踩在脚下，你说的报应呢？天罚呢？来啊！龙，刚才那真的是龙！你究竟使的什么妖法，对我爸做了什么？背信弃义，
乃尔等第一罪；口出狂言，亵渎天龙，乃第二罪；践踏天龙肉身，乃第三罪。如今天龙震怒，数罪并罚，首先要收回的就是你爹的狗命。难道这真是天龙的惩罚？不行，不能拿我的命来赌！爸，你干嘛？你还真信了这小子的鬼话不成？别碰了，爸，这臭玩意儿指定有毒。天龙肉身已被你的蠢女儿毁了，还做那无用功干什么？等死就行了。再敢诅咒我爸，老娘撕了你！林小友，我飞升失败，只得化此丧钟，请你为我报仇。丧钟3阵，便可使你江家主人身死道消，江家子女为奴为婢，江家财富瞬间归零。不要！我忏悔！我把女儿嫁给你！闺女，你们现在就亲嘴拜天地，再不成婚，我可就要死了！爸，你疯了！让我亲这个乞丐，我下不去嘴。不亲也得亲！你们不成婚，我真的会死！之前是腿不加力，现在胸口都喘不上气了。灭魂钟真是在索老夫的命啊！爸，你体格老当益壮，昨天不是还要给我找个小妈吗？不要上当啊！血啊！老子都吐血了，又不是番茄酱。乖女儿，你就委屈委屈，先和这小子履行婚约吧。江叔，现在全京海都知道我要娶令谦了，此时改嫁，我还要不要面子？糊涂呀！嫁给这小子，你们还是可以搞地下情嘛。这婚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别那么死脑筋嘛。江家主，我还在边上呢，就教唆你女儿偷人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一个破鞋还想嫁进林家，我看你女儿还是少来霍霍我家小叔子吧。你们，爸，你看到没？他们根本不领情。爸，臭乞丐，你到底对我爸做了什么？死丫头，你要害死为父吗？还不如不生你个赔命货。岳丈，你真是老糊涂了。想活命，你女婿我有的是办法。别忘了，我夏家可是医药起家，国医张主任可是我夏家的座上宾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可以起死人肉白骨的续命回春丹？不错，续命回春丹可延年益寿。续命回春丹，我的命有救了！什么续命回春丹？我看这就是给牲口吃的催情大力丸。胡说！我夏某人还分不清仙丹和大力丸吗？好，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我倒要看看吃了是什么反应。刚才岳丈吐血，定然是中了那小子在咸鱼上淬的毒，唯有此药方可解毒。原来如此，快快与我服下！亲家呀，我儿为了救你，可是将家传至宝都献出来了。你说这女儿究竟嫁给谁？若是能续命，我江家的良婿自然是夏公子。老母猪戴胸罩，一套又一套，你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！你个乡下玩意儿，能见过什么好东西？不识货！别理他，贤婿，快速速给我服下！舒爽，不愧是续命回春丹，我现在感觉浑身都是使不完的牛劲儿。本来就是给牛吃的，能不一身牛劲儿吗？看见没，夏少随便拿点药丸就能让我爸恢复健康，你还不拿着你这破钟赶紧滚！真是可笑，明明给了你们机会，你们却要自己走上绝路。绝路？这明明是一条走向权势与财富的康庄大道。有回春丹续命，我定能寿如老龟。传王之家与医药巨头结合，两家都将身价倍增。从此以后，海上地上唯我两家独尊。爸，你还和他废什么话？
是你主动踹我，我自卫行为而已。我已拍下你的猥亵证据，我这就将你制服，送警。证据？有拿这种照片报警的吗？你也不嫌丢人？小子，装腔作势这一块，你还真是拿捏得死死的。来人，看点颜色瞧瞧。如今他们两家已经联手，我们未必是他们的对手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不如先走。嫂子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不过吃亏的还不一定是谁呢。我看你这寡嫂也是风韵犹存，不如来当我的女人，这样我便考虑放过林家，如何？乃龙是我孙儿，金云是我孙媳，你胆敢冒犯他们，林家一定奉陪到底。苏锦元，我听说你和林川的短命鬼还没圆房，他就死了。当我的女人，我也叫你享受享受那闺房之乐。住嘴，下作！欺负我嫂子，赵超！打我！给我杀了他们！我本想给你们最后一个赎罪的机会，看来你们不需要，我只好依照神龙所托，敲响这灭魂钟，让你两家灰飞烟灭了。没用的东西！引众一阵，家财散尽。不好了！飞机被雷劈了，快向夏总求援！大王无贼，我们被巨兽袭击了！看那钟怎么冒黑烟了？不对劲儿啊！难道真如这小子所说，八部天龙发怒，江家真要破产了？胡说八道！他刚还说我爹绝命呢，现在不还活蹦乱跳？可不是嘛！你爹刚吃了给牲口用的大力丸，自然是回光返照，但也是厕所门口摔一跤，离屎不远了。天罚已至，第一灾，千船尽毁，飞机坠亡，你两家财富今日起归零。临头还敢咒我们江家，动手！给我把他打成残废，砸了他面前那口破钟！喂，爸，你怎么了？我们的船都没了，竟然在热带洋流里撞见大王乌贼，真是见了鬼了！什么？还有。我夏家的运输机编队也都被雷劈了，夏家也完了！怎么可能？就是爸，我夏家的物资运输机都是米国进口，米国进口啊！爸，夏叔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这2通应该都是诈骗电话，你们别被骗了！对，
这种小概率天灾比中彩票还难。林乃龙啊，林乃龙，雕虫小技，班门弄斧，什么狗屁天法，老子差点就信了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有些事不由得你不信。江成风，你整个船队都没了，我们的货怎么办？还钱！王总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小姐，船没了，货沉了，一堆人去江家要债，家都要被搬空了，你们快回去看看吧。什么？我的船真的都没了？岳丈别慌，是真是假，我这就找人去核实。不用核实了，你江氏股价已跌穿地心，你们江家彻底完了。丧钟二镇为你而鸣。不信，我不信！就你这个乡下来的土鸡，怎么可能凭借一条咸鱼毁我家业？都说反派死于话多，你们不一样，死于自信。别怕，不过掉了几架飞机，我夏家还玩得起，何须向他求饶？贤婿说的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夏家就是我们最好的靠山。我就知道夏少不会袖手旁观。小子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想和我们江夏两家抗衡，异想天开。第二灾，天罚再至，天龙陨落，百蛇哀悼。这一次就不只是破财那么简单了。什么龙啊蛇啊的，动物世界是吧？对牛弹琴，青蛇化蛟，蛟儿化龙，这都不知道吗？女儿，你怎么了，女儿？女儿，你怎么了，女儿？救命！夏少，小叔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的嘴里怎么会有蛇？最毒妇人心，毒蛇甚于毒蛇，说的就是他这种人。此乃天罚，不可违抗。别怕，我夏家乃医药巨头，我有的是进口血清，无事。好一个医药巨头！儿媳妇儿不用怕，我夏家药厂多的是杀蛇的良药，就连剧毒的非洲黑曼巴，我都能给它熬成蛇羹。爸，出事了！咱家在全国各地开的各家医馆皆遭到了蛇蝎的袭击。你说什么？他们还说我们药厂卖假药的事情被曝光了。快封锁消息，不能让民众知道夏家卖假药的事，否则全完了。真是丧良心！知名药厂竟然一直卖假药。没错，假药吃死人，谁负责？怎会如此？这么多年了，都相安无事，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了？拍什么拍？都不准拍！是你，都是你！你害了江家，还想搞成我们夏家，我和你拼了！糟了，忘了大嫂在身后了。谢谢你，乃龙，你又一次救了我。畜生！你这个畜生要干什么？你这畜生，别往我下面钻！来人，叫救护车！大罗神仙来了也无用，天罚要你夏家香火断尽，这是你们不敬天龙的报应。如今两道天罚已经落下，金州还剩最后一阵，现在跪下是你们两家最后的机会。跪下！你毁我江家财路，断我女婿命根，还想让我跪下？臭叫花子，你疯了！哼，
好，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金钟三阵身死魂灭，你且看，今天横着出门的究竟是谁？哈哈哈哈哈！夏公子的续命回春丹早就治好了我，你还想吓唬我啊？早就说了，他给你吃的不过是畜生用大力丸，驴一天到晚别的事儿不干，净提你脑门了。地震！是地震！快跑！天龙发怒，他们要遭天罚了！爸，快跑！地震了！爸，你怎么了？爸。儿媳妇，你爸他没了！不，怎么会？他已经服过续命丹了。夏家都爆出卖假药了，你还信那是什么仙丹妙药？三道天罚已降，江家树倒猢狲散。嫂子，爷爷，我们走。儿媳妇，你放心，今日之辱，我一定向他加倍讨还。我儿大喜之日，你却让我家破人亡，这个仇，我夏某人跟你不共戴天。继江家船队出事，楼盘进塌之后，金海名流夏家也被爆出卖假药。如今夏家所有医馆歇业整顿中。干爹，我的好干爹，你一定要为我报仇！贾老板，这事儿只要你能帮我摆平，我夏家愿为贾氏鹰犬。行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林开山那个老东西竟纵着小辈如此放肆，看来我得送他林家一份大礼了。干爹威武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儿啊，你同时联系京海第一武道宗门黄泉楼，务必要那林家小子死无葬身之地。孩儿遵命。发公子，发公子，发公子！让让，让一让！你动我嫂子！这不怪工人们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我们被京圈资本围攻，有人断了林氏集团资金链，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员工们这才罢工。江碧潮、夏剑，肯定两个狗东西，又在作妖。嫂子，这里交给我，我来安抚员工，你先回去照顾爷爷。小叔，你注意安全。老东西，林氏的股份什么时候交出来抵债？放开老人家！哟呵，小美人，你就是林家长孙媳妇对吧？听说你老公还没跟你圆房就死了，要哥帮帮你吗？住口！你个畜生！我保证只进入主卧，不进入生活嘛，怎么样？你个死老头，敢打我！不管你背后是什么样的势力，欺负到我孙喜儿头上，我不允许！哼，老东西，真以为我怕你？林家都完了，还跟我耀武扬威呢！爷爷，你们住手！那就要看你表现了。闭上眼，跪下，服侍我！我看，该跪下的人是你。跪下！统统给我跪下！我警告你，离他们远点。哪儿来的妖风？死到临头了还狂呢！就因为你这废物得罪了上面的大人物，要是你现在给爷磕几个响头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拉你一把。我发现你真是癞蛤蟆趴脚面，伤不了人，纯膈应。看来我还是太和颜悦色了，给我上！你们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，别伤我孙儿！你快走！崔正人称催命鬼，带来的人也都是职业杀手，他们杀人不眨眼的。臭娘们儿，多嘴！你们今天
谁也走不了。愣着干嘛？一起上啊！给我起来！没用的东西，谁把他杀了，奖励10万！崔哥，你另请高明吧，10万块还不够看心理医生呢。放心吧，爷爷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动你们。小叔，当心！龙，我看见龙了！给我滚！给我等着！小子，你摊上大事了！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那点花拳绣腿，我用1根手指头就够对付的了。此人背后的势力阴险歹毒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若是筹措不到资金，林氏可就真的出大事了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身为林家孙媳，绝不会看林家败落。我这就去筹资。哎，大嫂，你不用操心，我能。你在家陪着爷爷，我回下娘家去向苏家借钱，他们应该不会见死不救。你们护法大人究竟何时现身？我有要事。时机到了，皇护法自会现身。您要是有事，可自行离开。要不是黄燕儿能号令暗杀高手，老子非把这破楼掀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黄泉楼这些娘们儿可真攒劲儿啊！这狱卒，老子能玩1年。非礼勿视的道理，夏少不懂。久仰婴儿小姐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绝色。我时间很宝贵，给你10秒。10、9。我出千金，想请您替我杀一个人。这里的4个侍从都是1等1的暗杀高手，你随便挑一个去吧。此人棘手，我想请您亲自动手。啊？千金万金都不够我亲自出马。夏少，您的时间到了。要是我说，我知道皇护法要什么呢？这是寻龙符。师父说过，用这寻龙符便可为黄泉阁找到下一任楼主。我若得此宝物，不就能找到新任楼主了吗？早就听闻黄泉楼在寻此物，殷二小姐，这份礼物合乎您的心意吗？成交。告诉我，你要杀谁？林开山之孙林乃龙。苏家别墅，闲人免进。小保安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是苏家大小姐，我回牛家你不准我进门。老爷说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您是林家的人了，如今林家倒台，小姐就不要拖累苏家了。曾经的京海第一名媛，如今竟成了丧家之犬，真是可怜呐。的确不如你名头响亮，京海第一花蝴蝶。你这贱人，如今林家就要没了，林乃龙那小子迟早被我老公弄死，到时候看谁给你撑腰。下贱那种烟货，除了你也没人想要了，你还是和他好好锁死，不要让垃圾在市场流通了。贱人，你去死吧！江碧池，你疯了！停！乃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保护你，放心，嫂子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动你。你要干什么？伤害他的人都得死。嫂子，我们走。
大嫂，你回林家。你不和我一起回去吗？我去筹款，你回去陪着爷爷。放心，我一定带着钱回来。哎，我这小叔刚从山上出师，他哪里借得到钱啊？都出来吧。跟了我这么久，美女们，我们认识吗？不需要认识，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。行啊，试试。好厉害的身法，可惜你们的对手是我。别人投怀送抱要人，你们投怀送抱要命啊！好功法，竟然轻轻松松就打败我手下的4大高手。哼，现在的漂亮姐姐都这么搭讪人的。哼，死到临头还油嘴滑舌。我乃黄泉楼护法黄莺儿。姐姐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这杀人的扇子开玩笑吧。杀的就是你。好强的指法。承让承让，不如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。竟然刀枪不入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那黄什么楼这么厉害，不如帮我查查。不是我质疑你们的专业性，下次要打架别穿这么少这么紧嘛，多不方便。闭嘴！我的符！喂，别过来！哎，不是，这什么暗器，不痛不痒的。别以为你长得好看就能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可不是随便的人，你自重一点。护法黄莺儿参见楼主大人。参见楼主大人。什么？我？楼主大人？老楼主幻龙氏上山修道，培养关门弟子后，让我等待时机迎接新的楼主，而寻龙符是唯一指引。楼主大人，莺儿许你许久了。哟，原来是师傅给我留下的产业啊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哎，楼主大人叫起来多费劲啊，咱整简单点。是，主人。你比我年长，又先我拜入师门，要不我们以师姐弟相称吧。主人，不，师弟想怎样叫都行。好了，谈正事，是谁让你来刺杀我的？正是金海夏家的少爷夏剑。师弟放心，我这就去把他杀了，以绝后患。不，别杀他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你今晚就和他见面，告诉他你的任务完成了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夏剑，你不是要算计我吗？咱不如来个将计就计。黄泉护法黄莺儿，果真名不虚传，我这寻龙符没白给。哈哈哈，林乃龙，你再怎么折腾，最后还不是落到了我的手里？这样吧，你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点，如何？你真是屋里挂葫芦，把自己当爷了。我又不是 M， 这么喜欢绳艺，你找江碧琪玩去。死到临头还嘴硬呢。好，我这就成全你。要杀人上别处去，别脏了我的地。明白。嘿嘿，来人，把这小子捆去河边，杀完了喂鱼。等等，
防护法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给人了？寻龙符你可都收下了。出于对夏少的信任，我没有验货就办了事。可若是夏少给了我假符，我该如何是好呢？如假包换，这符真的不得了，这是我干爹收藏的，价值连城。如此宝物，你干爹又是何人？从何处得到？我干爹那可是权倾龙国的顶级财阀贾风芳，贾总，他身边珍宝无数，我也没有必要拿假货骗你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之前打压林氏集团的神秘金圈资本，八成就是个贾威风了。黄楼主，放心了吧，交人吧。谁给这小子松的绑？快给我把他捆起来！师弟，怎么处置这癞蛤蟆？你们是一伙的，臭婊子，你竟敢骗我！在我的地盘还敢放肆，先想想怎么活命吧。再厉害，不过是个女人。我这次带的可都是绝顶打手，一会儿把这小子杀了，再慢慢玩你。给我上！师弟，你安心喝茶，我只需一盏茶的时间。别过来！把脖子拧断就行，不用见血。是。你杀了我，就别想再见到你大嫂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大嫂怎么了？你敢动我，苏锦云必死！爷爷，大嫂呢？她在家没？锦云，她出门了，说见一个神秘大佬，能给林家注资，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呀。啊，糟了！贾董，林氏现在资金链断裂，急需注资搭桥，您能不能帮帮我们？我明白，小苏啊，不着急，咱们慢慢聊。您放心，一旦公司渡过难关，恢复运转，我们一定加倍偿还。我一定要说服贾董投资，让林氏起死回生。这都是小问题，你放心吧，小苏，我一定帮你。来，先喝茶。大嫂，不能喝。小叔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老邓和夏剑是一伙的，他们要害你。别胡说，贾董是金海知名慈善家，天使投资人，怎会和夏剑的小人狼狈为奸，蛇鼠一窝？嫂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杯茶有问题。强效迷情散，老邓，你下手挺脏的呀。哼，小苏，这就是你们林家求人办事的态度吗？可真叫人寒心啊！对不起，贾董，我代我的小叔子给您道歉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他的唐突。大嫂，小叔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可是贾董不是那样的人，他的投资对林氏至关重要，你就别闹了。大嫂，你跟我走，现在去洗胃还来得及。事情还没聊完，怎么能走呢？你想干什么？贾董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嫂子，你……我的头好晕啊，我的胸口好热。糟了，是药劲发作了吗？大嫂，你忍一忍。都被我瓮中捉鳖了，还这么硬气呢？我干儿子说你不好对付，可我怎么觉得不过如此嘛？贾董，亏我这么信任你，你竟然骗我！要怪就怪你自己胸大无脑，要不是你的脸蛋和身子还有点价值，谁会帮林家呢？贾威风，你会遭报应的。美丽但弱小的女人，发怒也像是撒娇呢。放弃抵抗吧，陪我们父子玩爽了，我就救林家。
嫂子，你先休息。一把年纪了，还色迷心窍，也不想想自己的裤裆还中不中用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凭这几个歪瓜裂枣，滚！不然下次就是动脉。你别乱来，我报警了！报警？好啊，让警察看看你这茶里的脏东西。合同，我签合同给你，我给林家10个亿，现在就签，你别动我，行吗？签你妈！喜欢下药，自己尝尝。别，这一壶灌下去，10头牛都倒了，就算不死也废了，饶我一命吧！好啊，告诉我，你的寻龙符哪儿来的？江城，我在江城得到的。谁给你的？买的，在一家老字号买的。好好享受吧，老畜生。南龙，南龙，大嫂，你要干嘛？我好热，帮帮我！不好，迷青散已渗入心脉，欲火沸腾了。若是不及时疏导，就会爆体而亡。大嫂，坚持住，我这就带你走。贾老板，您还好吗？那小子走了，我来救您了。老板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好热，好热！大嫂，你坚持住。帮帮我，我好难受。大嫂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！不行，你是我大嫂。这是药效，我是君子，君子不能乘人之危。去他大爷的君子，救人要紧。大嫂，昨晚的事……昨晚的事儿，你给我烂在肚子里！我早就是他大嫂了，昨晚怎么能如此荒唐？不是，你这么凶干嘛？昨晚你也是自愿的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自愿的。大嫂，你放心，爷爷那边一个字都不会说，我发誓。说什么？没什么，爷爷。你们昨晚？我们昨晚在一起筹资呢。筹的怎么样了？有眉目了吗？暂时没有。没有问题。真的搞定了，林氏有救了！你不会是在安慰老头子我吧？我一个电话，无论林家需要什么样的宝贝，都能送到。哈哈哈哈！孙子，你又开玩笑！你要有这本事，你是我的爷！爷爷，使不得，我真有。喂，把东西送过来吧。这个是1000年古参，献给爷爷，延年益寿。这个价值1000亿的楼盘合同，这个极品帝王绿翡翠首饰一套，送给大嫂，带着回苏家闪瞎他们的狗眼。还有这个1000亿美元，有了这笔资金，整个京海就是林氏的天下。我的好孙儿，他们都瞧不起你，偏偏你最争气。放心吧，
夏剑和他的干爹贾威风已经被我收拾了，有我在，林氏会越来越好的。你大哥在天之灵知道你扛起了林家的家业，一定会很欣慰的。嫂子，大哥出事的真相，我也一定查清，你放心。您要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。我发现您的哥哥林川并不是死于东南亚的秘密任务，他是在江城出的事儿。什么？我正在江城进一步调查，您要过来的话，我即刻准备私人飞机接您。不必太高调，免得打草惊蛇。你在江城候着，我明日自己过来。是。乃龙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大哥的死究竟藏着什么阴谋？江城，我非去不可了。我已经开启了定位共享，你们什么时候过来？楼主，哦不，师弟，我们正在路上，请您纡尊降挂，再等片刻。大嫂，你人呢？嫂子，你在和我玩捉迷藏吗？你这流氓，你想做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你这条裙子和我大嫂的一模一样。大嫂，你就是这么对你大嫂的？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臭流氓，我这就报警，把你抓了！外边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看起来有那么饥不择食吗？饥不择食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秘密，小叔，你们……锦云，乃龙，这就是我的好闺蜜梁秘密，今天她来接我们。秘密，这是我的小叔林乃龙。诶，你的嘴怎么了？怎么像被谁亲花了？不是我，是他自己蹭到了。快别恶心我了，我才不会跟这么浪荡的男人接吻。好了，我们上车吧。秘密，你看，我今天特意穿了以前我们一起买的姐妹装，没想到你也穿了，我们真是心有灵犀。你们是心有灵犀了，我是心有余悸。什么锦云？你不是来江城定居的？亏我连房子都给你找好了，就住我隔壁。哎呀，秘密，我都嫁进林家了，当然要一直住在林家的。林川都死了多久了，你还守着林家做什么？他弟弟是这个样子，哥哥肯定也不是什么好货，你何必为他守寡？喂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可以说我，但我不允许你说我哥。怎么，戳到你痛处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龌龊心思，不要脸，觊觎自己的寡嫂。秘密，你误会了，乃龙不是那样的人，他孝顺又有担当，我不希望你对他有偏见。锦云，你就是太天真了，我真为你感到不值。念在你是锦云的好闺蜜，我不和你计较，但请你不要挑拨我们的感情。被我戳穿了，恼羞成怒了吧？你这样的货色，给锦云提鞋都不配。秘密，不要再说了。锦云，你清醒一点吧，离这种垃圾远点，别被林家拖累了。停车！你当我司机啊？说停就停。我说停车。好啊，有本事你自己搞辆车啊！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田，我看你怎么过去。你未免太小瞧我，我敢下车，自然有人接驾。原来你的优点是肺活量啊，这么能吹。不是吧？真来接驾了？奇怪，黄泉楼还有男侍从吗？我怎么没见过这人？你当然不认识，那是江城废少废武，他可不是好惹的主。赶紧上车，走。哟，这不是秘密小姐吗？我约你上5星酒店高级餐厅，你不去，跟人熬马路喂蚊子呢。废少，我已经拒绝你了，请不要再骚扰我。老子就喜欢你这种泼辣的妞，带劲儿。请你让开。你怎么对我这么绝情？你们梁家的生意以后还要不要费家照料了？不行，还不能和这龟杂撕破脸。你想多了，费少，我没有想让你不高兴，只现在我不太舒服，想先回家休息。休息？那去我床上啊，我的床够大够软，保管你躺得舒舒服服。秘密都说了想回家了，你自重一点。秘密，你还有个这么漂亮的姐妹花呢，既然如此，一起玩啊！哎呦，痛死我了！你天坛是谁？敢动老子？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你没实力你别狂。小爷我是你爹，你敢骂我？你疯了！他家可是混黑道的，敢得罪他不要命了。我管他是谁，他敢动我嫂子，
就是碰我逆鳞。小子，找死！像你这种酒囊饭台我见多了，来一个我打一个，跟我的刀说去吧。小心！奶龙！什么鬼东西，炸不破的！看来他还算警醒，知道穿个防刺服，可我没见他里面穿了防刺服啊！我说了，冒犯我的嫂子，死！不要，略施小惩就够了。你要是杀了他，会惹大麻烦。废物是个废物，没错，可他身后的人可不是。你就听秘密的吧，这里毕竟不是京海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们还是少惹事为好。你记住，能逃过一劫全靠他们求情，快滚！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有点本事，难道真是我看错了他？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站住！你让我滚的！你想出尔反尔吗？米国定制的高级衣服就这么被你给扎破了，费少，你得赔啊！啊，姓林的，你给我等着！就在这个路口停吧，我的手下马上要到了，住处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他安排了云顶别墅。云顶别墅，那是你住得起的吗？亏我刚刚还觉得你人不错，现在看来你是不装逼会死的。你终于来了，再不来，我的脊梁骨都要被人戳烂了。锦云啊，我总算知道了，原来你这小叔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啊！秘密，你别乱讲，他不是那种人。梁大小姐这么会编，你怎么不去当编剧呢？在场谁看不出来，这位美女气度不凡，颇有王霸之气，你肯定是她包的小白脸儿。黄泉楼护法黄莺儿参见楼主大人，属下来迟，请楼主大人恕罪。参见楼主大人。你是黄泉楼的护法，我的偶像黄莺儿，还有你手下的4大高手。黄泉善，你真的是黄莺儿？天哪，竟然见到我的偶像了！这几个美女不是昨天来林家送东西的吗？原来都是你的手下啊！不是说了吗？行走江湖，你我师姐弟相称即可。是，师弟。林乃龙，你怎么不早说你居然是黄泉楼楼主？大姐，我早说了我的手下会来接我，可你说我是流氓逼王啊！哥，我来看你了，没想到你竟然一直孤零零的在江城。乃龙，你别太难过了，你哥在天之灵看到了会心痛的。林川的死因暂不明朗，我会继续调查的。无论是谁，我一定要为我大哥报仇。我要让害死他的人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老子先让你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不好，是废物，他来报仇了，还带了江城最凶恶的打手团。师弟，你们退后，我来解决他们。一个大男人躲在女人身后，传出去还不令人笑掉大牙。不过你这几个娘们儿生得个顶个的貌美，倒是可以留下来做我的暖床丫头。想要我们做暖床丫头，只怕你没这个命享受。大言不惭，给我撕碎他们！你们竟然用这种下作手段！不好，我没力气了。不好，是迷津燃骨粉，屏住呼吸。还好我有所准备，小美人儿，乖乖给我暖床吧！啊，疼死我了！你这贱人！你们快走！我准他走了吗？你这小子还给自己选好了坟茔啊！既然如此，我就把你和林川这短命鬼葬在一起吧！你说什么？你认识林川？他是怎么死的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老子号称江湖百事通，江城道上的事儿没有我不知道的。没想到你竟是林川这个死鬼的胞弟，他怎么死的？你自己去地底下问他吧。别过来，否则我砸死他！别过来，否则我砸死他！告诉我，谁杀了我哥？我不知道啊，我随口胡诌的，别杀我！不如我们来玩真心话大冒险。我刚刚以真气灌注了你的坛中连熏神阙，3点成阵，又名真言。你说谎，则心脉逆冲，气血爆体；说实话，才能保命。明白了吗？我说，我全都说，是徐野杀了林川的。徐野，
江城第一黑道徐霸天，此人正是费家背后的靠山，他的实力深不可测啊！徐爷为什么要杀他？这我真不知道啊！徐爷怎么可能什么事儿都和我说？我只不过是一个仗着他的名号混吃混喝的小辈。徐爷在哪里？我只知道江东山庄是他的歇脚处之一，但是他神出鬼没，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哪儿。江东山庄，告诉徐爷，我今夜定去拜访。徐霸天，我乃林家孙儿林乃龙，今天晚上我就要取你项上人头，为我大哥林川报仇。怎会是你？没想到吧？徐爷和我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，想见他，先过我这一关。看来那壶药茶还是劲头不足，还是说贾董为了活命豁出去了呢？住口！今天我就要关门打狗，跟你算一算这新仇旧恨。乃龙，千万要小心，他现在有徐家高手撑腰，恐怕不好对付。对付他们只需1分钟。师姐，你保护好他们俩，这些喽啰交给我。不中用的东西，徐爷白养你们了！起来！我给过你机会，可你愚蠢如斯，自毁前程。别杀我！我错了，我罪该万死。我问你最后一次，徐霸天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已经几年没见过他了。既然如此，也没有留你性命的必要。我说，徐霸天他不在江城，在境外。我现在也不过是替他看守家业而已。那我大哥的死，我只听说与一场涉及江城几大家族的赌局有关，你哥林川就是死在了那场赌局上。乃龙，你别灰心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徐霸天，查清你大哥死亡的真相。师弟，我这就去继续调查，你放心，会有眉目的。行了，别哭丧着脸了。你被退婚之后还没交新女友吧？林乃龙，你跟我回娘家吧。我家家风森严，爷爷也一直在催婚，要不你顺便假扮我男朋友吧？啊，这合适吗？秘密，乃龙，你假扮我男友，一哄老爷子开心，没准他就把当年赌场上的事儿都告诉你了。嫂子，为了我哥这个假男友，看来我不得不当了。那走吧，你们先在我家门口等我，等我和爷爷打好招呼，你们再进来。大哥、大嫂，我回来了。死丫头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爷爷出事了？什么？爷爷怎么了？还不是你得罪了费少，费家不和我们合作了，如今公司资金出了大问题，爷爷快被你气死了。什么？费武这个小人，有什么事冲我来就好，为什么针对公司？梁秘密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费少是梁家的大财主，你平日里应该讨好些才是啊。他那么重要，嫂子怎么不去讨好他？臭丫头，你还敢跟你嫂子顶嘴？我不管，我要先见爷爷。爷爷正在楼上接受治疗，他不想看到你。怎么会？我是他最疼爱的孙女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和爷爷解释清楚。你还知道爷爷最疼你，那就乖乖换上喜服，今晚就嫁给费少赔罪。什么？大哥，你要我嫁给那个疯子，那还不如让我去死。你死谁去当费少的女人，少给我寻死灭活的。作为梁家人，这是你的责任。秘密，你听话，只要你嫁给费少，公司的财务状况就能解决，到时候爷爷也就好了。不，我不嫁。费武他贪财好色，保不齐还有花柳病，你们这是要我去死。就算是死，你也要死在费家。你不换是吧？老子给你换！你们放开我！爷爷，救我！你个死丫头，反了你了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在干嘛？当秘密是颗白菜吗？强买强卖！那又是谁？私闯民宅！我报警了！我是秘密的好朋友苏锦云，还把外面的野男人带回来，你是想快点送爷爷走吗？他不是什么野男人，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带他回来见爷爷。
没错，你们要把她嫁给别人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你什么时候交了男朋友？我和你大哥怎么不知道？我也都不知道，大哥大嫂原来这么关心我。不知道你哪里找来的穷屌丝，除了脸一无是处。多谢你夸奖我的脸帅。你走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我们去看爷爷。爷爷现在需要静养，你就这么贸然上去了，加重他的病情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们只是看一看爷爷。梁爷爷病了，你们不送医院，反而关在家里静养，还禁止别人探望，你们在隐瞒什么？你个小贱人，胡说什么？梁秘密，什么狐朋狗友你都往家里带啊！这位大妈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否则我的拳头可不讲礼貌。够了，梁秘密，费少认识江城医生，他一定能治好爷爷的病。你要真想救爷爷，就乖乖嫁给费少。难道我真的要嫁给那个畜生吗？你就从了费少吧，只要你嫁给他，爷爷就有救了。秘密，你别听他们的，我们先看看爷爷的情况再说。你爷爷可等不起。换上吧，秘密。你做什么？不用找医生了，我能治好梁爷爷的病。真的吗？你放心，奶龙很有本事的。你又不是医生，凭什么说能治好爷爷？你是否每日凌晨必惊醒，心悸盗汗，浑身燥热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脸上擦了3层粉，都遮不住潮红，此乃虚阳浮月之象。气温适宜，你却一直擦汗，你体内欲火太旺，无处发泄，所以郁结于心，格外暴躁。你胡说！我们夫妻生活和谐的很。至于你，就更有意思了。你老婆是欲火焚身，郁结不泄；你熊猫眼、耳垂者，典型的肾精亏虚，纵欲过度。胡言乱语！你给我住口！是不是每天起床腰部都僵硬的很，肾气衰退至此，3月之内必猝死于马上风？那我该怎么办？秘密，我们去见梁爷爷。爷爷，您怎么了？我才出去1天，你怎么就病倒了？别慌，我先看看你爷爷。你爷爷不是生病了，他是中毒了。什么？中毒？也就是说，有人想害死爷爷？不错，而且他刚中毒没多久。秘密，近日家中都来过什么人？你爷爷的吃食都是谁准备的？最近没有人拜访。至于爷爷的吃食，都是大嫂准备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想栽赃我？我要是想害爷爷，早就下毒了，还等到今天。对，如花怎么会下毒？说不定是哪个狠毒的下人。好了，都别吵了，让奶龙先救治爷爷。林哥，要是你能治好爷爷，我愿意把属于我的那半家产送给你。什么下毒？我看你就是为了骗梁家的家产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看下毒的人就是你个毒妇，不然为什么拦着我？呸！我看你根本就不会看病，什么欲火焚身，什么肾精耗尽，胡编乱造。是不是胡编乱造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现在不要耽误我救命！老爷子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孙女儿想联合外人谋夺家产，你还没死呢，他就这么心急。要不还是先给我看看吧，给我瞧好了，我就信你是个神医。哥，你怎么也这么拎不清呢？爷爷都快没命了。那才更应该验证过他的神医身份，否则我怎能放心？真是一个被窝里睡不出2种人，不可理喻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好痒，
什么？我点了你颈后的天柱穴、背部隔玉穴，你好生待着，一会儿瘙痒便能消失。把梁爷爷扶起来。爷爷，好啊！你们果真是要害死老爷，他都吐血了。你叫什么？他体内的毒血已经被我逼出了，暂时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。是鸩毒，再慢一刻，你爷爷就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了。这个家中竟然真的有人想害死爷爷，就凭你上下嘴唇一碰就能断案？呸！你要真这么厉害，爷爷怎么还没醒来？这是剧毒，虽然已经被我逼出，但已经伤及了心脉，需要仙草滋养，方能醒来。仙草？什么仙草？我马上派人去找。听说江城最高的山上有菩提雪莲，它能让梁老爷子醒来。菩提雪莲，太好了，爷爷就收藏了一株菩提雪莲。不行，菩提雪莲珍贵无比，是爷爷留给你的嫁妆，不能用。什么东西能比爷爷的命更重要？既然是我的嫁妆，我便做主给爷爷服用。你这蠢丫头，这小子说什么你都信，万一爷爷吃了并无效用，岂不是浪费？若是吃了无用，我赔你们100株。100株？你赔得起吗？随你燕姿，小爷我穷的只剩钱了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这就去取菩提雪莲。我这就运功，促进梁爷爷吸收菩提雪莲，不出片刻，他就能醒来。爷爷怎么吐血了？他不是应该醒来了吗？你个小瘪三，不仅没有救回爷爷，还糟蹋了我们家的珍宝菩提雪莲，你欠我们的拿什么还？不可能，菩提雪莲性温和，是修复心脉的神药，除非这菩提雪莲有问题。这根本不是菩提雪莲，这就是根白萝卜。不可能是假的，难道说你们调包了菩提雪莲？死丫头，脏水泼到你大哥身上了。我若真用了菩提雪莲，呵呵，说一声不就好了？这梁家有什么东西不是我的？这就是真的菩提雪莲，我看就是你这穷屌丝不想赔，所以故意说它是假的。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赔我们100株菩提雪莲，一株算100万，拿1个亿来。对，否则你就别想出梁家这个门儿。有意思，讹到小爷头上了。林大哥，我相信你，我不会让你赔的。无碍，我知道究竟是谁取走了菩提雪莲。触碰过菩提雪莲的人，手上会沾染特殊的印记，无论多久都清除不了。若将掌心贴在木盒底部，就会显现特殊的颜色。你们可敢一试？试试就试试，又不是老子拿的。我也愿意一试。也不是我，是就是。现在你们可以张开手心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老子手怎么黑了？你个鳖孙，想害我！我根本没碰菩提雪莲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手也有印记。现在你们都知道他是个满嘴扯谎的臭屌丝了吧？梁秘密，你还不快把他赶出去！大姐还装呢，就是你偷了雪莲，我这木盒里放的就是墨汁而已。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不敢将手心贴上去。叶如花，你还要狡辩吗？不是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敢将手放进去？大嫂，亏爷爷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偷家里东西！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差点连累老子！说菩提雪莲哪去了？是不是被你拿去卖了，补贴娘家了？我错了，老公，我听说菩提雪莲可以美容，就捣碎了做面膜了。我也是想让你多看我一眼的。我们都多久没有同房了，我心里苦啊！那么贵的东西，你给做面膜了？败家玩意儿！看我不打死你！够了，爷爷还没醒，你们就要把这个家炒散吗？现在雪莲没了，爷爷醒不过来了，我们还是早点清算，分分家产，给爷爷办后事吧。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爷爷还没咽气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奶龙，你再想想，
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梁爷爷苏醒？看来只有唤出我的护体天龙为梁爷爷修补心脉了。只是天龙阳气太盛，我有个法子，只不过效法强劲，不知道梁爷爷能否受得住。林大哥，我信你，请你让我爷爷醒来。什么？你们还要折腾爷爷，就不能让他安心的去吗？你为什么一直阻挠我们救爷爷？心里有鬼是吗？我只是不想爷爷遭受那么多痛苦。这小子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，爷爷不还是没醒吗？我看他就是个江湖骗子。哼，是或不是，一会儿你就知道。八部天龙，请助我救人。爷爷，您终于醒了。咪咪，吓坏了吧？爷爷，您昏迷后，孙儿一直在祈祷，我就知道您寿比南山，肯定能醒来。真会贪功，明明是秘密一直在担心爷爷。老天保佑，爷爷您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必有后福。好孩子，坐到我身边来。你过来干嘛？我说他。其实自从你把阵毒逼出我体内，我就有意识了，只不过一直醒不来。孩子，多谢你救了老头子的命。您是秘密的爷爷，我怎能见死不救？你叫林乃龙是吧？不错，果然人如其名。你救了我，是梁家的大恩人。为表谢意，我决定将秘密许配给你，连同梁家所有家产。爷爷，你……哎呦！梁爷爷这份大礼，我心领了，人就不收了，小命要紧。可惜了，林大哥那么好的男人，要是我先遇到他，该多好。就是爷爷哪有随随便便就把自己孙女许配给一个陌生人的？哼，更何况您的孙子还在呢，家产不给叶心，反倒给一个外人，这传出去，叫人笑话。我还没跟你们算账呢，你们夫妇二人给我跪下！我们做错什么了，爷爷？你个无知妇人！菩提雪莲不仅是稀世仙草，更是我留给秘密的嫁妆，你就这么糟蹋了？爷爷说的对，你个坑货，竟然犯下大错，老子这就休了你！你马上滚出梁家！休了我？你个没良心的！老娘嫁给你受了多久活寡？你一天到晚在外找小妖精，身子都被偷空了，我没嫌弃你，你还挑上我了！当着爷爷的面，你说什么污言秽语呢？都是应酬，我什么身份？那是外面那些绿茶勾搭我。凉水可冲不开绿茶，你不热乎，人家能冲上来吗？你个不要脸的色胚！真是一出好戏呀！贱人，你再胡说，我打死你！都给我滚！听到没？给老子打包东西，滚蛋！你也一起滚！爷爷，我怎么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背后做的龌龊事儿吗？爷爷，冤枉啊！我什么都没做。你真以为老头子我老了糊涂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阵毒就是你下的吗？大哥，你居然给爷爷下毒，这是真的吗？不，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害爷爷？早就看出你心术不正，没想到还六亲不认，简直畜生！你不过是个外人，凭什么评判我？说我下毒，你们的证据呢？我是不会认的。我早就发现你偷偷挪用公司的款项了。什么？原来公司的财务危机是你造成的，你还推锅到我身上，非说是我得罪了费少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嫁给费少，不就能解决财务危机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要毒害爷爷？你这是杀人，是犯法！我没有，爷爷，我知道你偏心，你看中梁秘密，反正我没下毒，你们谁都别想报警抓我。就是你，我煮给爷爷喝的汤是你端上去的，你平时哪有那么殷勤？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德行！闭嘴，臭三八！我没有，不是我。你在黑市上买的真毒被人发现，早就汇报给了我，我只是没想到这毒你竟然要用到我身上。叶心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是我又怎样？老东西，你真要害死你的亲孙子吗？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只想着自己，梁叶心，你还是人吗？今天起，我们断绝兄妹关系，我没有你这样狠毒的哥哥。如果没有你，梁家全部都是我的。
你明明以后就是泼出去的水，不知道老东西怎么想的，竟要分1半家产给你，我怎能甘心？败家子，败在你手中的家业还少。若不是你，梁家也不至于没落至此。你不求上进，还敢打你妹妹那份家产的主意？你给我滚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孙子。爷爷，我错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，我也是被逼的。如果拿不出钱，我就要死了。你是不是又去赌了？是徐霸天，他做局害我。爷爷，你信我，我被徐霸天坑骗了呀。又是这个徐霸天，你是怎么敢和徐霸天赌的？他是出了名的吃人不吐骨头，是千鬼呀！求您再给我点钱吧，只要1000万，不，100万，我定能咸鱼翻身。梁叶心，你真是疯了，还想着赌，你差点被赌害得家破人亡了。你欠徐霸天多少钱？不多，爷爷，8000万，我算过家里的资产，够还的。您要是帮我，我此生绝不再赌。儿女债呀，这笔钱我替你还。从此以后，你不能再赌，也不再是梁家子孙。多谢爷爷，多谢爷爷，我这就走，再也不会来梁家打扰。爷爷，不孝心子梁叶心不能尽孝了，您保重。家丑本不可外扬，可小林救了我的命，也算不得外人了，让你见笑了。梁爷爷不必放在心上，只要您没事儿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是啊，秘密和我是最好的朋友，你也就像我的爷爷一样。好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对了，梁爷爷，那8000万您打算怎么还？我这张老脸在江城还有些分量，我去求去借，总不能看着逆子去死吧？爷爷，您不是给我存了嫁妆吗？先拿去还债吧。不行，那是给你的钱。爷爷，其实我有个办法，能解决这8000万。小林，你真有办法？徐霸天不是靠出钱设局吗？我能破了他的钱，我去找他，以赌反赌，我定让他不能再害人。绝对不行！徐霸天手段狠毒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小林，你前途大好，切不可惹得一身骚啊！梁爷爷，不瞒您说，徐霸天杀了我哥，就在江城几大家族的赌局上。我们之所以来访，也是想问问您是否还记得当时的情形。你居然是林川的弟弟？对，林川就是我大哥，他死得不明不白，我必须替他讨回公道。怪不得我见到你就觉得眼熟，没想到还有这层缘分。梁爷爷，当年的赌局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林川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他以特种兵身份转为卧底，暗中调查徐霸天的利益网络，于是徐霸天设下赌局，和林川赌命。林川，你输了，你的命归我了。果然是徐霸天害死了我哥，此仇不报，我不配做林家人。可是那毕竟是徐霸天，这么多年了都没人能打败他。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我，我便是他的命数。我知道你去意已决，我也信你。记住，赌只是你打败他的手段，切不可沉湎其中，将自己陷入漩涡。我明白。可是贾微风只说徐霸天生活在境外，我们去哪里找他呢？他在缅国开设了最大的赌场，那里穷山恶水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师姐，我已得到线索，徐霸天在缅国开赌场，你速速去查探，我们马上就到。这家霸天赌场就是徐霸天的根据地，我们进去就能见到他吗？此人狡诈，每晚最大的赢家才能见到徐霸天和他赌。什么？要拿全场 MVP？ 林大哥，你行吗？秘密，不要问一个男人行不行，尤其是我。我又赢了！哈哈哈。又输了！操！行了，别和这小子赌了。听说这小子是庄家徐爷的人，估计今晚的赢家又是他了，斗不过的。这局不算！妈的，这局不算！
干嘛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回去再搞。看来整个赌场都没人是我的对手，多亏干爹把我举荐到徐爷这里，我们很快就能攒够第1桶金，回到国内再创辉煌。还得是夏少。你他妈听不懂啊！老子不玩了！林乃龙，是你？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我告诉你，这可不是金海！我当然知道这不是金海了，这要是你能混下去吗？林乃龙，如今是你闯入我们的地盘，你有什么资格嚣张？你们不过是2条看场子的狗，什么地盘不地盘的？你要不是你，我们至于背井离乡吗？把我们害成这样，还敢来？你不会还妄想我会嫁给你吧？不好意思，没你的事儿，我找的是徐爷。懂不懂规矩啊？就凭你想见徐爷，赢过我再说。好，那我就和你赌。正好今天我替庄家操盘，新仇旧恨，我们一起算。来啊，我赌上全部。你呢？不就是钱吗？也有的是。这里有500万，还不够吗？你要是输了，这3个妞都得留在这儿。喂，你们别太过分，这些钱已经够多了。麻烦你们搞清楚状况，现在是你们想上桌，怎么算码我们说了算。来啊，这钱你们拿不走，我的女人也别想碰，那你就看我能不能夺走。你可听过闷牌偷鸡全靠诈，金花一开全趴下？故弄玄虚，不就是炸金花吗？太好了，林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很会玩炸金花，上啊，炸翻他们！其实没玩过。啊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们的命运可都攥在你手里了。没事，不影响我炸翻他。林大哥，虽然你实力很强，但你也太自信了。他们可是徐爷培养的人。好了，秘密，你别急，这牌局都开了，我们只能信任乃龙。也不知道你小子怎么命那么好，这么多女人跟下了蛊似的要跟你，可惜这一次他们信错人了。2位的牌都已经发好，我们一局定胜负。先说好，夏少的规矩，3条 A 最大，不存在2、3A 大过3条 A 的情况。现在，请2位开牌。林乃龙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自己是怎么输的。哎，开门红啊！不就开个 A 吗？狂什么？兴许我们也是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是。我去，有点意思啊！会不会有人能拿豹子 A？ 这概率，火星撞地球啊！林乃龙，你以为你也拿张 A 就能改变战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豹子 A。你若现在放弃，我可以不要你的钱，你的女人，反正都是被你玩剩的。你只要从我胯下钻过去就行。乃龙，你别听他的，不要放弃，我不信他是3张 A。就是，师弟，他就是赢不了你，开始打心理战了，只不过太低级。你们说他会不会真拿了豹子 A， 还是在炸？他的话还真有可能，毕竟是徐业的人，肯定得了他的真传。你输了，这3个女人今晚就跟我回家吧。他不会真是豹子 A 吧？秘密，你别被他吓到了，这个人最是虚伪无耻。可万一他真是呢？我不想留在这里，林大哥。慌什么？我能带你们来，自然会带你们走。腰板给我挺直了！呵呵，林乃龙，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。
竟然真是豹子 A，4张 A 全被他们摸了，这什么刺激战场？小伙子，这下钱和女人都要输喽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林乃龙，你再牛又怎么样？最后还是落到我手里了吧？林乃龙，愿赌服输，让你的女人们过来签卖身契吧。我看谁敢强迫我们签。要怪就怪林乃龙拿你们赌输了，怎么还想赖账？你开不开牌？有意义吗？怎么，你也是3条 A 啊？我不是3条 A， 我嘛只是个对。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一个对子就想大过豹子 A？ 你来错地方了吧？精神科不在这儿。如果是别的对子，的确打不了3条 A。可问题来了，我手上是对 A。我们2张，他们3张，一副牌，怎么可能有5张 A？ 那还用说？自然是你们出老千。恶人先告状，我们要出千，为什么不干脆出3张？你们自己出老千，还要泼脏水？那当然是你的好哥哥学艺不精。早就知道你们会不认，今天就让我来抓你的签。小子，你知道规矩，出签者断手，但你要是捉签失败，下场也一样。好，你的手我要定了。师弟，让我来，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耍花样。来啊，小娘们儿，你以为我还会在你身上再栽一次吗？我建议你深入检查，才有可能摸到哥哥的底牌哦。怎么会？他身上没藏牌。要不你们一起来，3个而已，哥哥我受得住。好啊，我这就把你衣服裤子剪烂，看你到底藏哪里了。你的确没有藏牌。小子，现在求饶晚了，你捉不到签，按规矩断手。来人，把断手刀拿来。怎么样？是你自己动手，还是我来？有我在，谁都别想动他。没用的废物，只会让女人帮你吗？这话应该我对你说。你什么意思？牌的确不在你身上，因为在江碧池身上。你放屁！我是这个厂子的荷官，怎么可能帮人出签？是吗？那大家知不知道你还是夏剑的老婆呢？是又怎样？我们公私分明。你有没有藏牌？一搜便知。呸！你就是想摸老娘，想耍流氓！你极恨夏剑抢走我金屋藏娇，追到这里就是想夺走我。我是不会让你碰我的。长得好看才叫金屋藏娇，你那叫藏污纳垢，碰你一下我都要用10瓶8四消毒液洗手。师弟，别脏了你的手，我来搜。放开他！我看你们就是想闹事儿。不让搜，就是心里有鬼。看来这就是夏少原本的牌了。论赌局，你输了；论捉签，你也输了。好啊！赌场的和看场子的人狼狈为奸，一起出签，怪不得输给这小子。TMD， 退钱，断手，退钱，断手，退钱。还想跑？别看我的手，好不容易求徐爷给的工作，没了手他会把我扫地出门的。留着你的手，让你继续出签，继续骗钱。不，我再也不赌了，你放过我，我马上离开这里。是他藏的牌，你看他的手。明明是你让我帮你的，你个渣男，我要和你离婚！老子不嫌弃你是个破鞋，一直带着你，你帮我挡一刀怎么了？反正你的手也没什么用，老子留着手还能翻身。要不是你，我就嫁给林乃龙了，在京海做林家少奶奶，一辈子荣华富贵。臭婊子，把你的手给我！
臭婊子，把你的手给我！渣男，害老娘凤凰变野鸡！我砸烂你那没用的玩意儿！还要断他的手吗？去，告诉徐霸天，我要见他。他若不来，你的手我必砍下。徐爷驾到！小子，你是何人？要你命的人。想要我命的人可太多了。徐霸天，就是你杀了我哥林川！林川，当年可是我的大麻烦啊！不知道你有没有你哥的水平啊？你大哥跟我赌命，输给了我，既是赌局，就要认命呢。好，那我今夜也和你赌命，我要亲手为我哥报仇。好，好上仔，没有口谁，我闷住嘞，清场。说吧，玩什么？自然是柴子，徐爷的绝技。等等，当年我就是用这个赢了林川，今日我便同样用它赢你。他自己的柴子会不会有诈？随你查。没什么问题，是金坨子，只是太重了，摇起来必定难度升级。比大还是比小？他刚才才展示了叠骰子绝技，我们跟他比大。好，就比大。无论是手法还是声音，他的确是个高手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敢跟徐爷赌，他小命难保。这是徐爷绝技，无影闪。3、2、1，开！3个6，不愧是徐爷，恭喜徐爷！这老东西一出手就是满分，怎么破？奶龙，我相信你，不要被他影响。若你也能掷出3个6，就算平局，我们再想办法赢。想要平局，可不简单。徐爷可放心了，这小子摇得毫无章法，他根本就不会。林川还算是个人物，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看来这后浪要死在沙滩上了。哈哈。林乃龙，你最好早点认输，在徐爷面前装，可是从来没有好下场的。看来今天你和你哥一样，就要死在这里了。你不配提我哥的名字，现在该我了。等一下，我这是看花眼了吗？这帮人还不知道我小叔究竟什么实力吧？小子，开呀！装什么神秘？这可是你说的。举起手来，这里被查封了。老东西，你输了。你阴我！你们出钱阴了多少人？我哥的命都被你阴了，这叫兵不厌诈！什么缅国赌神，空心的骰子里塞个陀螺席就出来唬人啊！当年我哥就是被你用这招做局的吧？林川，你输了，你的命归我了，清场！今晚要见红了。你柴子有问题，它不是纯金，内部有陀螺仪，所以才……林川，你干什么不好，非要调查我徐家的产业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徐霸天，你老实点，不许动！来呀，开枪！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没有人能审判我。今天你们都要给我陪葬！徐霸天，你冷静点！冷静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里。
呀！来人，杀了他！杀了他们！老板，他们是吃官粮的呀！我让你们动手就动手，否则你们压在我手里的妻儿老小都得死！你个法外狂徒！我要你感受我哥死前的痛苦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好痛啊！还不铐起来！还有这些帮凶，给我一起带走！多谢林先生协助我们抓到徐霸天这个恶徒，他将因故意杀人入狱。你哥哥林川的事情，我们也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师傅，我已下山周游历练，也体验了世间繁华，人心冷暖，这就回来看看你。臭小子，溜回山里，不要嫂子啦！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就是回去看看师傅。我走了这么久，我怕老头死山里了。那我也要去，还有我也要去。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不止他们呢，还有我。上车啊！就这么走，他们高跟鞋都要断了。师傅，山下的女人太可怕，你赶紧救我啊！